各位沙田堂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我哋嚟到我哋沙田堂網上主日學嘅第二課，咁樣就我有啲 PowerPoint 準備咗嘅，就想同大家去分享。網上主日學嘅第二課，開始嘅時候呢，我哋講返我哋嘅總課題就係與神相遇，思想聖經人物。今天我都預備咗一個視覺遊戲啦，我成日都想咁樣講，係將佢嚟引申聖經。咁就呢張圖畫咧，就咁睇咧，你會見到花花碌碌咁樣啦。但係如果你係認真睇下嘅話咧，你會見到裏邊咧有啲數字喺度嘅。咁大家睇唔睇到咧？如果你認真睇咧，你會睇到㗎。唔阻大家時間，我俾個答案啊。個數字咧就係咧2583，係咪？你睇翻係咪2583嚇一個信息嚟嘅？聖經都咁樣啦。如果我哋係願意去用心思、用下時間思想下嘅話咧，你會睇到聖經當中有好多嘅信息嘅。好啦，今天晚上我哋所選擇嘅聖經人物係邊個咧？就係摩西啊！摩西喺何烈山咧與神相遇。我哋所採用嘅經文咧就係出埃及記嘅第3章第2到7節。嗱，我哋一齊嚟睇睇呢幾節嘅聖經先啊！我會讀俾大家聽嘅。第2節，耶和華嘅使者從荊棘裏火焰中向摩西顯現，摩西觀看，不料荊棘被火燒着，卻沒有燒毀。摩西說：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，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？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，就從荊棘裏呼叫說：摩西，摩西！他說：我在這裏。神說：不要近前來，當把你腳上的鞋脱下來，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。又說：我係你父親的神，係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面，因為怕看神。耶和華說：我嘅百姓在埃及所受嘅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；他們因受督工嘅轄制所發嘅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。就係咁多節嘅聖經。聖經當中有好多嘅啟示俾我哋，雖然係短短嘅幾節啊。嗱，我哋睇下當中咧，我哋思想下咧，當中嗰俾我哋嘅道理係啲乜嘢啦？好，第一件事，摩西與神相遇嘅第一件事就係燒着但係沒有燒毀嘅荊棘，燒着咗沒有燒毀嘅荊棘。咁
會唔會有好多嘅特別嘅事咧？當然可以諗到好多啦，係咪？但係咧其中一樣我哋想把握嘅，或者我哋想掌握嘅咧就係見到一位彰顯神蹟嘅上帝啊！正常嚟講，一棵燒着嘅小樹咧，好快就燒晒。你燒柴都試過啦，係咪？好快就燒晒。但係呢棵燒着咗嘅荊棘，淨係燒啫，冇燒毀到。我哋呢位上帝係顯神蹟嘅上帝。好啦，第二件事俾我哋見到嘅係咩咧？見到嘅就係咧，上帝咧係主動去呼叫摩西喎。上帝主動呼叫摩西嗱，我哋要諗一諗啊，當中有啲乜嘢嘅信息咧？最簡單我哋喺一個交易嘅場合，唔識你嘅，你又唔識佢嘅，咁梗係大家要互相認識下，介紹下個名啦，係咪？介紹咗個名之後咧，咁咪會認識咯。但係喺呢度咧，大家會見到啦，摩西冇向上帝介紹我係摩西，當然上帝都冇向摩西介紹上帝啦。但係一落嚟就係話上帝呼召摩西，摩西摩西咩意思咧？這是一位認識摩西嘅上帝。嗱，當中有意思嘅，上帝認識摩西，但係我哋會問啦，認識成點樣咧？點樣認識法咧？其實俾我哋見到咧，喺出埃及嘅第一章你會見到啦。其實咧，從摩西嘅出生開始，直到上帝喺何烈山顯現咧，呢一段咁長嘅時間80年啦，其實上帝都睇住摩西，都認識摩西嘅，一直認識佢。其實上帝冇離開過，忽略咗摩西，上帝都認識。如果上帝認識摩西嘅話咧，咁樣又俾我哋去思想到咩嘅學習咧？上帝一直都認識我哋，從我哋出生直到如今，上帝都認識，同唔同意啊？全知嘅上帝認識我哋嘅，但係問題係，當我哋知道上帝認識我哋之後，我哋日後又應該點樣去生活落去咧？你一位神認識嘅上帝喎，咁樣。但係其實咧，喺詩篇139篇第16節咧，有咁樣嘅聖經經文咁樣話嘅。詩人向上帝話：我未成形嘅體質，你嘅眼早已看見了。你所定嘅日子，我尚未到一刻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弟兄姊妹，其實你同我喺媽媽嘅肚入邊嘅時候咧，聖經嘅教導就話咧，我哋喺媽媽嘅肚腹入邊，手腳都仲未有嘅時候咧，上帝喺嗰個時候就已經認識我啦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唔係一個冇價值嘅人，因為上帝都睇重我哋。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？但係聖經真係咁樣講嘅，上帝係認識我哋從頭到如今都認識，未出世之前都認識。你見到呢個幾寶貴嘅道理係咪？好，當摩西與神相遇，神就話：你唔好近前嚟將你腳上嘅鞋咧就除低落嚟，因為你所站的地是聖地。跟住又話：
我係你父親嘅神，係亞伯拉罕嘅神，係以撒嘅神，雅各嘅神。摩西蒙上面，因為咧就怕看神。神話唔好近前嚟，應該將你腳上嘅鞋咧就除落嚟，因為你所站的地係聖地。聖地，大家都有去聖地遊覽喎。當中我哋嘅弟兄姊妹去耶路撒冷去巴勒斯坦聖地遊覽叫做聖地。但係當日嘅何烈山上邊咧其實你去到嘅時候，你都會見到係一個普通嘅地方嚟嘅啫，你唔覺得嗰度會有咩特別咗㗎？地都係何烈山普通嘅一塊地，係咪？但係因為上帝嘅臨在咧，嗰塊地咧立刻就變得好神聖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講多次，地係普通嘅地，地之所以成為聖地咧，係因為上帝嘅臨在。相同地即係彼得、保羅。我哋都係普通嘅人，但係因為上帝嘅臨在咧我哋可以變得更加神聖。唔係我哋叻，係我哋相信嘅上帝係真係可以有咁樣嘅能力。弟兄姊妹，唔好睇輕自己。好，我哋繼續落去。正因為呢一節嘅聖經咧，今日嘅回教徒咧進入去回教廟之前咧，都會除鞋嘅。我哋喺香港去睇嗰啲清真廟咧我哋都係被要求要除鞋嘅。原來咧當中有啲咁樣嘅原則喎因為咧摩西想行近嗰棵燒著嘅荊棘樹，上帝都話：你要除鞋，因為呢個係聖地。咁就回教徒就係咁樣去守住啦。聖經冷知識啦好啦，跟住再落嚟。神話唔好近前嚟呢個聖地係你父親嘅神呢度咧，你睇翻英文嘅時候咧，我係你父親嘅神啫。其實咧呢個唔係父親嘅真係父親，唔係 father 係 fathers 即係你嘅父親祖父輩我哋嘅上帝係世世代代都係神，而且呢位神係一位活人嘅神，唔係死人嘅神，係一位並沒有受時間限制嘅神，係一位聖潔嘅神。正因為呢位係聖潔嘅神，摩西立刻揾隻手遮住塊面，原因係咩？怕見神。我哋諗下，一個普通平凡嘅人見到上帝，摩西第一個好自然嘅做法，唔敢見上帝，係因為呢個上帝太過偉大啦，太過榮耀啦，太過聖潔啦。當人見到神嘅時候即刻就知道自己嗰個不配、不足同埋不是弟兄姊妹，我哋今日心中嘅上帝有冇都從你身上得到相同嘅敬拜或者尊重呢？弟兄姊妹，我哋喺呢度，我哋就要去反省下啦。好啦，我哋繼續落去。與神相遇第二件事，上帝喺咩時候呼召摩西呢？其實就喺摩西嘅日常工作嗰度去呼召佢。當日摩西日間都仲喺度牧緊羊但係喺佢日常嘅工作入邊咧，上帝呼召佢。好啦，呢個係咩時間呢？有解經家指出咧，嗰個時間正係
日落、黃昏、晚霞嘅時間。日落、黃昏、晚霞喎、有啲咩咁特別咧？唔知你中唔中意睇黃昏啊？如果你中意與你中意嘅人一齊睇黃昏咧嗰個時間係好特別嘅Golden Time， 好特別嘅黃金時間嚟。其實我哋每日都經歷咗日落、黃昏、晚霞㗎啦，係咪？但係弟兄姊妹，我哋思想一下3500年前何烈山嘅山頭呢個黃昏呢，喺嗰個時間就改寫咗摩西做牧羊人嘅人生。那天晚上以後，摩西被後世尊稱係以色列嘅國父。日落晚霞，日常工作，摩西被神呼召。令我想起喺我哋教會一齊做崇拜嘅林牧師嘅見證，佢都話當年佢係一個普通嘅年青人啦，但係佢冇信耶穌嗰陣時，但係佢傷咗喎，要入去伊利沙伯醫院咧，去休養喎，去被醫治喎。咁樣有一日咧照顧佢嘅護士咧，就同佢傳福音喎。因為嗰次之後咧，佢就信咗耶穌啦。跟住佢就成為佢自己教會當中一個最年輕嘅宣教師。呢件事點樣發生呢？因為一位護士喺佢工作嘅時間，佢信服神嘅吩咐，信服神嘅呼召，向一個年輕嘅病人呢，同佢傳福音。咁估唔到一傳福音，呢個人就信咗耶穌。呢位護士嘅姊妹信服上帝嘅呼召，令到另外一個人嘅生命改寫。摩西當日都係神呼召佢，令到佢嘅人生都改寫。當上帝呼召摩西嘅時候，摩西嘅回應就係咁樣啦。佢話：我在這裏。希伯來文就係 Hineni， 我在這裏。呢個回應咧，我哋睇翻原文會見到咧，摩西用一個僕人嘅身份去回應主人咁樣嘅尊稱嚟嘅。其實我哋見到亞伯拉罕喺22章第1節咧，當上帝呼召亞伯拉罕嘅時候，亞伯拉罕都話：我在這裏，都係用個僕人嘅身份去回應呼召佢嘅上帝。其實再見到係喺以賽亞書嘅6章8節咧，以賽亞都係咁樣回應上帝：我在這裏，我喺呢度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上帝今日呼召你過一個聖潔嘅生活，你願唔願意回應上帝呢個呼召啊？今日我都揀咗一首歌，同大家一齊去聆聽嘅。喺完之前，我就會播出嚟。呢首歌就圍住呢句説話 Hineni 去回應神嘅呼召。我哋再睇落去先，第7節。耶和華說：我嘅百姓喺埃及所受嘅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；他們因受督工嘅轄制所發嘅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。弟兄姊妹，呢度聖經同我哋啟示咗一位點樣嘅上帝呢？原來呢位上帝係能夠與人同受共感嘅上帝。
屬神嘅百姓佢嘅困苦，上帝係知道嘅，佢哋嘅哀聲，上帝係聽到嘅，佢哋嘅困苦，上帝係感受到嘅。我哋呢個上帝同我哋一樣啊，係一位有感情嘅上帝，係一樣有喜怒哀樂情緒嘅上帝。當日以色列百姓喺埃及嘅困苦咧，上帝係知道嘅啊！呢個叫做了解啊，完全去體會咁解啊。當日嘅上帝仍然一直不改變，從前點樣，今日都點樣。而我哋今日每一位嘅困苦，深信呢一位慈悲嘅上帝咧，係仍然喺度關心緊我哋每一個人嘅情緒嘅。唔好淨係收埋自己嘅困苦，以為自己去解決就得。有好多時候我哋自己解決唔到嘅嚇，但係原來有一位好想同我哋嘅生命一齊同行嘅上帝啊！呢位全知全能嘅上帝能夠感受到我哋嘅困苦。上帝都有佢自己嗰個嘅情緒，佢好想同人一齊去走我哋生命嘅路。唔知大家有冇體會到上帝呢一份愛我哋嘅心情啊？好啦，我哋嚟到尾聲。今日嘅主日學教我哋咩咧？呢個主日學咧就教今日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嚇。呢位創造我哋嘅上帝係十分了解我哋每一個人啊，係每一個人，唔係一成班群眾，係每一個上帝都了解啊！好似耶穌咁樣嘅，耶穌話：我知道我嘅羊，我按名按住每一隻羊嘅名字咧，係呼叫佢哋。今日我哋上帝都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嘅困苦，所以我哋只管放膽嘅跟隨佢，佢未曾經使我哋失望過。你信得過呢位上帝嗎？好，頭先應承咗大家有首歌嘅，嗱，而家咧我就同大家一齊去聽一聽呢首歌。幾長㗎，5分幾鐘，不過請大家耐心去聽下啦。當日摩西向神講 Hineni 今日我哋都聽下呢首歌啦。耶和華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愛。耶和華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偶像，直到我在敬拜中獻上自己為祭，無怨無悔，永不回頭，直到我在祭壇那裡得着命定，無怨無悔，我在這裡。在這裡，Hineni，燒我，柴我，Hineni。耶和華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所愛。耶和華我的主啊，求你使我打碎心中
这里。